上過到關先知，高質實嘅唔止係物價，仲有呢幾樣 KKV 好物。Hello， 我係化妝師 Elise。第一樣迷你眼部卸妝液，呢支迷你眼部卸妝液勁驚喜，雙頭封蓋加內置膠質，旅行唔再怕滲到成袋都係，而且卸妝力仲好強，連防水眼妝都秒退。第二樣獨立包裝眼唇卸妝巾，呢包我第一次見就即刻中，獨立包裝好乾淨，2日1夜 staycation 帶一塊就夠，抹完清清爽爽，行李冇負擔。第三樣小奧丁極細絲畫眼線液筆，呢支係化妝師級嘅戰鬥筆，筆頭幼到畫內眼線零壓力，而且超防水防油，一日都唔甩唔化唔紅貓。我極力推薦啡色，自然放大眼睛。第四樣 Out of Office 雙頭修容筆，新手想即刻有輪廓，雙頭設計一物兩用，而且超容易 brand， 陰影帶灰調，啱晒亞洲黃皮，掃一掃面型即刻收窄2度。第五樣免膠假眼睫毛，趕時間必備，認住呢個款式，一貼即上，3執就完成，根根分明，唔凌亂唔誇張。第六樣我靜喺私底下分享，想要清單詳情留言同我講句 KKV， 我再靜靜雞聲俾你，記得 follow 埋我啊，下次見，拜。